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礼拜的时已经到，请大家备万心，准备早起时的敬拜。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下，即互人有福气。我毋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请咱大家来吟圣诗147首。你兼有救君主，互伊洗清气。圣诗147首。你兼有救君主，互伊洗清气，兼有洗地有膏的保护，兼有专心靠救主得到称义，兼有洗地有膏的保护，兼有洗地有花，洗灵魂到清气。保护你的衫，兼有洗净的那些，兼有洗地有膏的保护。你兼有日日行伫救主三途，兼有洗地有膏的保护。救主在咱赎罪身在真途中。兼有洗地有膏的保护，兼有洗地有花，洗灵魂到清气的保护。你的衫兼有清气白白那洗，兼有洗地有膏的保护。十架塞那落来23减有8，洗清气有膏的保护，灵魂减花点主悲望的主题，地有膏的保护，减有水，地有花，洗灵魂到清气。
有西场歌的宝血，念着做歌，伊唱着拢总替你。唱歌的宝血，灵魂有血，有宝泉通洗清气。唱歌的宝血，有水，有血，洗灵魂高清气。你的衫咸有清气白白若洗，咸有洗场歌的宝血。请坐，三甲来感谢。主笔听堂的地位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虽然侪会友，这个时阵无法度来到这个殿堂来敬拜你，阮有缘要通过网络的直播来荣耀敬拜你。感谢你差遣你忠实的奴仆苦牧师伫阮的中间，恳求你施恩赐福伫伊的顶面，通过伊的正道，互阮通明白圣经的道理，显明主你的旨意。阮在即几天，新冠肺炎伫咱湘北市大流行，直到咱湘北市进入3级的警戒，咱侪的场所关门，咱人民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咱的教会对今日开始也停止所有实体的聚会。我毋知即款的病毒为虾米会感染到咱的人类，总是咱人伫你的面前爱谦卑认罪，承认咱人的致美色。求主赐大权能，互病毒无搁传染；赐大拯救，医治咱染病的会当早一日恢复健康；赐大快乐，互咱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互因有健康的身体，有体力来医治咱的患者。忧伤跨入的心灵，求主安慰，赐平安，互这个台湾的人民。我靠主，阮有信心，无偌久，患难甲艰苦会过去，平安甲喜乐会搁一遍充满伫台湾这片土地。这时，阮爱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惊着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误有我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得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三甲来启用，启用文57篇，约翰福音15篇。启用文57篇，约翰福音15篇。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种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恁着甲我结连，我就甲恁结连。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要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无我，恁袂当做啥物。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ฮ็出去外面，互人捡规堆ฮ็落火上。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啥物，求就互恁实现。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三甲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福音，约翰福音17章第60到19节。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第17章第60到19节。恁所赏赐我出伫世间的人，我已经用你的名对因显明，因本是你的，你用因赏赐我，
因也已经守你的道理。但因知，既然你所予我的，拢是对你来，因为你所予我的话，我已经予因，因承受伊，也确实知。我对你出，阁信你找我。我为着因求，毋是为着世间求，就是为着你所予我的人，因为因是你的。既然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搁我伫因有得到荣光。但了后，我无伫世间，因伫世间，我归伫你。神的爸啊，愿你伫你的名，就是你所予我的，来保守因。互因做一个亲像咱一样，我甲因得地的时，捌伫你的名，就是你互我，你所予我的来保守因，我也有照顾因。其中无一个沉沦，只有迄个沉沦的人若定，互圣经得到应验。当我就近你，我要点伫世间讲这个话。要互因有我的欢喜，满满伫因的心内。你找我入世间，我也有找因入世间。我为着因来做圣，互因也对真理来诚实。愿上帝祝福听叹因的话，搁安尼行的人。即时要请柯牧师来正道，伊要讲的题目是：搁我伫因有得到荣光。兄弟姊妹平安。伫疫情紧张的期间吼，咱虽然无法度做伙面对面来礼拜吼，但是犹原感谢教会中级甲服侍同工因的调磨，互咱即马嘛会当透过直播吼、直播吼，做阵伫网络顶面吼、伫电视、伫厝内电视做阵来敬拜上帝，愿意看顾甲人民即时的台湾。请咱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你圣的日，阮通敬拜你，求你的神引带阮的性命，明白你的话，将下面的时间交托、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啊，是约翰福音吼记载耶稣受了进前为门徒的祈祷。通常将学者吼将即段17节吼，17章吼，甲即段叫做大祭司的祈祷，或者是耶稣的祈祷。特别若是伫感情来讲吼，是一个比较接近临别的祷告吼，也是讲老师要离开学生上落尾的话吼，甲学生讲上落尾的话。即段经文约翰将伊写落来。其实咱会当看到耶稣的心内咧想啥物。耶稣伫今仔日的祈祷内面来表明，伊甲天父的关系是足亲密的。天父甲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咱拢知。但是，甲相信耶稣的人，甲相信伊的人，嘛会当有真亲密、真好的关系，咱敢知？伫遮大声耶稣讲。你所想使我出伫世间的人，伫世间咱会当看到吼，有一寡人甲耶稣有真好的关系若是照经文的处境来看吼，就是伊甲伊做伙食饭，即阵学生，主耶稣受了迄暗，伊甲伊的学生做伙咧食饭，但是其实因抑阁毋知影，等者因的老师就要受了。
这群学生伫即时咧听耶稣临别时跟他们讲的话。耶稣伫学生的面前，甲天父讲话，来表明伊甲上帝的关系，也表明你对今仔日咱会长头头所读的经文内面，咱会当体会到，嘛表明相信耶稣是对上帝来的人，嘛会当甲伊甲天父有相款的关系。耶稣讲，上帝所赏赐予伊的人，一直行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是讲，这个人是相信耶稣将上帝的名所显明出来的人。耶稣头前这个学生吼，甲伊做伙食饭，这个学生跟对耶稣因的老师3年外，因的性命这3年外所经历到的是啥物咧？因是亲目看到耶稣所行的代志，因的耳孔听见耶稣的教示。因是足清楚的，上帝的名是安怎展现出来？就是耶稣用伊的性命来显明上帝的名的荣光甲权柄。这个人是相信跟领受这个道理的人。当耶稣要离开进前，伫伊的学生的面前为因来上帝祈祷。其实这个祈祷吼，不是一般祝福的祷告吼。是安怎？因为耶稣知刷接来，伊的学生就要为这个名、这个上帝所赏赐予伊的名来受到迫害。耶稣伫上帝的面前，也伫学生的面前宣告：既然属伫我的就是上帝，上帝的就是我的，属耶稣的嘛，甲上帝会当有关系。但是重点是伫后面这句吼。佮我伫因有得到荣光，耶稣伫这个学生的心上会当得到荣光。其实我想吼，当学生当场听到老师安尼祈祷的时候，因的心内一定会感受到很骄傲，因为耶稣已经伫这个现场吼，甲因讲啥？讲他会为这一群学生感到骄傲。佮耶稣大声讲给学生听，你们可以想象吗？就是他的学生还没有看到，还没有知道自己是做了什么事让老师为他感到骄傲。可是老师已经先跟他说什么？老师已经大声甲讲，我会为着恁感觉骄傲啊！耶稣伫现场大声讲给学生听，他会以他们为荣。除了迄个沉沦的人命定，后来咱知，这个就是犹大吼。毋过咱嘛搁知，伫这个暗顿了后，耶稣讲我会以你们为荣，然后也为他们祷告完之后，结果学生随时发生什么代志咧？彼得就来呼应耶稣，其他的学生咧，因走去密起来，所以对因所做的代志，老师在实习讲我会以你们为荣，但是他们马上做的事情呢？耶稣有因着他们所做的事情，因着他们的害怕得到光荣吗？得到光彩吗？是这样吗？我相信这些学生他们在现场因伫咧现场应该不是真清楚老师在讲什么，但是我相信因拢会知影一件代志，就是老师为着因的未来来祈祷，佮耶稣相信因未来所坚持的、所坚信的，是会互伊感觉到骄傲。有人替你的未来祈祷，兄弟姊妹，我毋知你敢会感觉足欢喜的。我伫咧进前大部分做新学生，佮有新学院毕业了后，我第一批咧服侍的对象吼，大部分拢是少年的。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吼，因为生命的历程吼，其实都会遇到人生重大的阶段吼，就是考试，无就是要找头路。当做辅导的时阵，因为常常会讲老师啊，我现在很焦虑吼，不知道我接下来考试吼，我要选哪一个
选哪一间学校吼，也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那时候，迄当阵我拢会，他们也会问我说啊，那你不然你替我想要的学校哈，我想要考上这间学校，你为我想要考上的这间学校来祷告哈。啊，迄当阵因为我家己伫做熟悉遮个年轻人吼，遮个学生吼。啊，凭良心讲，其实看平常是读册的方式啊，是讲个性吼，你嘛知，也不太可能是主流社会收掠做那种第一志愿、第二志愿。但是我这个人就无想要违背家己的认识吼，来替学生做这种盲目的祷告。我袂当讲啊，一个做无认真读册的学生，结果我甲伊讲，好啊，上帝啊，求你为他预备建中吼。我嘛无法度做即款的祈祷。啊，伫迄当时吼，我有一个真好的信心，我有一个真好的学习甲提醒吼。我就开始吼思考讲啊，总不能因为他的能力达不到，所以我就无为着伊的接下来的学校或者是接下来要考试来祷告吧。但是我的心内咧问上帝讲，啊，毋过安尼我是要安怎祈祷才好？啊，迄当阵现行的话，一个感动甲提醒吼，讲你著为伊的下一个阶段祷告，好。啊，我就想讲啊，下一个阶段为他们下一个阶段祷告是要怎么祷告好？啊，所以我就去想想吼，其实一个学生伊若要去到下一个阶段吼，譬如讲国小到国中，啊，国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吼，我呢所经验到甲感受到，我知影讲，其实也不是哪一间学校会让你变得很强，或许是有啦。所以我们伫咱台湾吼，侪升学吼，拢是用这款的观点吼，就是你若考到好的学校，好的学校就会帮你上天堂吼，没有啦，就是帮你找到还不错的出路哈，就让你可以未来还不错这样子吼。但是不是所有读伫好学校读册的人吼，其实都有一个很不错的人生，对不对？所谓的主流的观点吼。所以迄当阵我就开始学习为着囡仔的下一个阶段吼来祈祷。我是安怎祈祷？我就求上帝讲，主啊，求你啊祝福这个囡仔伫这几当所努力的、所打拼的、所学习的。但是求主你照你丰盛的旨意吼，来为伊比班下一个阶段的学习。我求主为因的未来吼做一个预备，让他们在那个阶段，让有好的老师、有好的同学、甲有好的学习的环境，这是一种为未来祷告。但是通常伫咱台湾吼考试的经验内面，如果我们成绩不是太好吼，考上不是前排吼几个前排的学校吼，咱通常都会感觉讲啊，这个囡仔安怎？人生可能偶有伊啊，可能之后就没有什么机会了吼。但是我相信，伫上帝对生命的祝福内面，不是只是成绩的好坏来决定一个人的成就。上帝所会当引带，所会当赏赐的，是互咱的生命会当伫这个世界所经历的，会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的款式。会当伫无论你伫学校，在待人处事上，伫你的生活顶面，还是伫你的工作顶面，咱拢会当活出有上帝属天的迄款，上帝过迄款生命的气质吼。所以伫遮是安怎耶稣爱为着伊的学生的未来祈祷咧？伫今仔日所读的经在吼，耶稣有交代讲吼。因为未来伊无搁伫世间啊，但是遮个人相信伊的遮个人，遮个学生，因犹原还搁伫世间，伊要继续伫即个世间，这是一个什么款的情形咧？第14节遮讲，我已经将你的道理互因，世间万分因。我已经将你的道理互因，世间万分因。耶稣知影，伊学生所要面对的是因为伊遮个学生已经领受耶稣所启示
教是因的道理，所以世间要对安尼来怨恨伊。耶稣为着即个状况，要爱为学生来祈祷。敢是因为耶稣无伫诶，耶稣会感觉讲啊，拢无人，未来拢无人会当保护伊，所以爱替因祈祷嘛？其实毋是啦，是因为耶稣伊家己在世间的时阵，伊伫世间咧传道理的时阵，伊家己的经验就是安尼，伊嘛是咧传扬上帝的道理甲真理的时阵，受到侪犹太人的拒绝。所以伊知影军队伊的人，若是要甲伊做共款的代志，要去伫因的生活内面，要去伫因所面对的人内面去实践上帝的疼甲公义，佮要将伫即个中间将上帝赏赐迄救恩的名带来到世间的时阵，遮的学生一定嘛会甲伊经历共款的痛苦，就是受人拒绝。甚至受人踢笑，迄款的心情，毋敢，就是讲，你伫耶稣知影讲，我要将真重要的代志，要甲世间人讲，重要的代志要甲世间人讲，即个重要的代志会互恁得到救，但是讲出来无人要听，无人要听就准拄煞，甚至耶稣阁受到攻击甲迫害，上落尾。叫犹太人定死就是这个。耶稣为着安尼的人来向天父上帝祈祷，因为耶稣知影军队伊的人，相信伊的话的人，因的性命、因的生活嘛，的确要做甲像耶稣同款的代志，所以他们会遇到跟耶稣一样的遭遇，所以耶稣爱为因来祈祷。但是耶稣伫遮的祈祷。是讲，我毋是求你，互因出世间，是保守因脱离迄个歹的。伫圣经的神学内面，世间所表明的，是一个会吸引人离开上帝所在的意思。吼，耶稣讲，我毋是求你，互因出世间，若是世间是一个会互人离开上帝的意思。吼，耶稣搁做安尼祈祷。敢讲耶稣是要互伊的学生堕落在世间嘛？你就明明知影世间就是要诱人离开上帝。耶稣更不是为他们祷告说你让他们离开就好，不是的。耶稣是讲你莫互因拄着迄个歹，保守因脱离迄个歹。耶稣是要安尼为因来求咧？要伫即个世间，佫无爱受着即个世间的影响，这其实对一个人的心性灵需要有真大的气力来面对。伫圣经内面吼，在这本圣经里面吼，其实咱基督徒已经经过2000多年啊吼，咱基督徒读圣经所读到吼，第一代基督徒吼的图像，其实因是足活泼的，足活力的。因对真理福音，佮有对因的生活要向世间人活出耶稣的名，哇，他那种热情跟那种力道，其实是很强大，那个渲染力其实是很足够的。包含这个学生伫耶稣基督上天，佮我上天，去到伫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佮全地，佮有地级吼，因所去到的所在。因咧讲耶稣基督的名是足气力的，那个经文读出来吼，让我们2000年后的那个图像都会觉得说，哇，那个画面其实是很有张力的，会可以感受到从经文咧描写吼，会当感受到这学生所拄到的对抗足大的，甚至是耗尽生命的那种图像。伫这个时阵，你就会感受到。读约翰福音，耶稣为伊的学生的祈祷是真水，佮真有气力的宣告。而且耶稣就是说，我不是求你让他们离开世界，是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个那个恶者。耶稣敢若亲像咧为因求的，就是这个抵抗的气力，佮也是讲继续跑走的气力。你甲我兄弟姊妹，咱拢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
咱拢也相信耶稣的名的确要拯救咱人的人，咱拢是一群安尼的人。但是我认为，即摆的基督徒所需要的气力，有可能毋是亲像迄当时的门徒所需要的气力。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我分享一个体会吼，咱做伙来思考看卖。兄弟姊妹伫即时的台湾，2000多年的即时的台湾，你的人生敢有捌过即款的感动？你想要甲你四周围的人去分享你所相信的耶稣，你所相信的信仰的价值甲理想？你敢是因为认捌即个信仰了，你嘛是毋忘你所伫地的城市，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嘛是充满上帝国、甲上帝听、甲公义的所在咧。我曾经是有这样期待过啦，从我小时候开始读圣经，我就一直期待讲，哇，这个世界有一天真正是会当甲耶稣伫圣经所讲的迄款的世界甲社会是同款。但是现实是啥物咧？现实是其实咱即马所伫地诶台湾，还是或者是台北好啊，我们好像放眼望去吼，现在的教会在活出上帝国迄款的方式，好像不是像学生时代，毋是像耶稣的学生吼伫耶稣基督搁活9天的时阵，他们要四处奋战，以至于死的那样的一种方式吼。我家己伫职场上吼，还是伫教会内面，我其实反而比较多的经验是，咱的四周围，当咱想要去活出这款信仰的价值甲理想的时阵，咱的四周围有侪侪声来甲你讲，理想太遥远了啦，这会努力伤辛苦啊！人生就这样，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日子就好。反正呢，其实你在这间教会呢也一样糟，去到那间教会呢也会遇到不一样的问题，都是问题。你在这个职场上呢，你遇到的代志呢，你就是会遇到惯老板，你也会遇到猪队友。但其实你就算换了一个地方呢，一样还是会有惯老板，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主管，甚至也会有一些猪队友。一开始我都出社会的时阵吼，我四周的人开始吼，会安尼讲，就说啊，反正都一样糟。我们现在能够能够把日子过好啊，有薪水进来啊，这样就好了。你可以缴得起房租就不错了。这款的声音，或许在社会上是觉得还蛮好笑的，就哭手一下。但是这款的声音，你若是听过了，它不是叫你勇敢的声音，而是叫你放弃吧，放弃吧。因为放弃其实人生还不会太糟，所以放弃吧。因为伫这个世代，你伫做代志放弃，你无搁努力打拼，其实是最安全的选择。为什么？因为是最没有风险的选择。所以我伫咧准备这段经文的时阵，我本地伫咧预备教会要面对什么款的世间。要叫咱离开上帝，结果我回想我家己人生的过程，我发现讲，即马对教会、对基督徒，可能上大、上歹的声，就是叫你放弃，不努力，躺在沙发上当一颗马铃薯，日子一样会过的啦。会不会这款声，就是你甲我？即时所拄到的世间的影响咧，我举即个例吼，听起来那亲像咱甲迄当时的门徒所伫地的世间是无相款的世间，因为着信仰甚至爱背命。但是咱今仔日为着信仰，有当时咱会感觉着点点莫讲话才是好。伫两款无相款的时代。所面对无相款的世间，而且我嘛要鼓励甲勉励，嘛鼓励我家己吼。
其实耶稣伫遮为学生的祈祷是相款的提醒甲祝福。伊求上帝讲，愿你用真理，互因诚做成。真理就是你的话，就是上帝的话。正像咱伫个人教会牧师已经侪提醒，正像是分别归给神，是咱对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属的上帝，就是我们跟上帝是自己人啊。所以这两句的意思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做伙，就是上帝的话会当互人诚心归伫伊啊。咱若有上帝的话，就是属上帝的人。咱甲上帝的关系就无搁再是敌人，就无搁再是对敌的关系。因为耶稣已经求上帝用伊的话，用伊的道理，互学生，互咱对世界中分别出来，归乎伊家己。检查咱爱思考的是，伫即时咱所踮伫的世间，人若是要努力实践所相信的真理，上痛苦的可能毋是痛苦的本身。这有一点哲学，有点绕口，我再念一次。我认为我们人在这个世间，若是想要努力去实践你所相信的真理，最痛苦的可能此时此刻往往不是痛苦的本身，有可能是我不想再做了，有可能是那个很简单的声音，不要再做了，不用再努力了，因为不会太糟，也不会更糟。因为搁较安怎做，教会甲世间拢袂变做好。当咱安尼想的时阵，上帝的话、耶稣的名，就毋过再是咱教会甲兄弟姊妹咱所肯定的啦。今仔日这段经文的分享，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有情感的，伊是充满感情的一个祈祷，是耶稣为着伊的学生未来要去面对这个世间，爱活出上帝国迄个情节，真水真水的祈祷，因为耶稣求上帝来保守因。但是呢，看伫咱即马咱信仰的反省甲思考，我嘛要请咱检查你所看到、你所信仰所实践的所在，无拄拄需要你背名，需要你大声疾呼，或像改革家那样。但会不会最危险的，反而是叫你什么都不要做？咱无论伫什么款的世间，你的处境是叫你背名的所在，还是叫你放弃什么拢莫做、拢莫毋茫的世界，咱拢有上帝的话来保守咱。因为在活出上帝的话，咱就看赢这个世界。这也是主耶稣为着你、甲我、甲教会的祈祷。伫遮有小小的提醒吼，伫疫情的期间，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怎么做吼。反正疫情还是会扩散吼，所以咱就无搁再警醒咱生活的习惯吼，爱伫你家庭内面吼，是你出外吼，爱拢爱戴喙安吼，爱勤洗手，来当消毒的话，你就要记得做这些事情吼。这是咧咱伫生活中，由我会当甲台湾做伙来努力，不要太早放弃，好不好？我们一起在祷告当中。我们一起在礼拜当中，愿上帝保守咱的心，咱三甲来祈祷。用你的话叫阮诚诚的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应允耶稣，定确要保守每一个相信的人。也阮伫即卖的世间，有阮的生活甲信仰的挑战，求天父上帝，互阮教会有气力、有信心、有智慧甲谦卑。通活出你的性命甲水的生活，你扶持帮赞，我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性命来求，阿门。非常感谢柯牧师今日甲咱的勉励我只是来报告吼。因为过去的3天，台湾台北
新北有侪的本土的案例，所以中央指挥中心把咱的双北称为3级警戒，所以对今日开始，咱的所有的教会实体的聚会都拢停止。哦，请咱的兄弟姊妹伫周间、伫任何时间拢毋通来咱的教会，拢伫厝里，咱来休困，咱来共同来防止即个新冠肺炎即个代志的扩散，所以咱原则上，咱教会的聚会停止到6月7-8，但是若有改变，若有任何的消息，请大家看 Facebook 个赖群组。以及咱的官网，咱会随时看状况的改变，咱来教会做各种的因应。所以，不管是双年团契、妇女团契，5月话例会，只是拢暂停。真歹势，本来往往计划赶不上变化。本来资讯组要利用这边教会迄个消防修理来。做一个器材的更新，咱的直播会更较好，但是还未开始进程，都已经拄着即款代志吼。昨拄咱的器材甲人员还佫有拄着一寡状况，所以临时咱有拜托咱的妇孺姐，甲咱做今日的直播，非常感谢伊的调拨。若有一寡状况，今日伫看直播的时阵有任何的问题。请大家的意见欢迎互阮所有的同工互阮对后边会开始有更较好的效果更较好的礼拜的呈现，互咱大家会当伫厝里会当好好来敬拜。这是来祝祷，咱祝祷请柯牧师。伫遮因为嘛小报告一下吼，因为今仔日本地是迄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吼，所以今仔日原本就安排陈牧师吼，咱本会陈牧师去到伫大场埕教会伫遮来讲道吼，所以透早伊伫遐来服侍。因为阮伫迄即礼拜就是咧理解讲所以到底各教会毋知要安怎营运吼，一直到昨昏的时阵吼，伊接到通知吼，伊有缘嘛是爱去到伫遐来服侍，所以今仔日伫礼拜中，就由我甲会长了吼，代表教会来甲兄弟姊妹来请安伫遮嘛要提醒吼。牧师有交代2件代志要提醒吼，就是毋茫讲兄弟姊妹吼，今仔日是伫迄线上吼来做直播，你会当伫厝内吼会当翕相吼伫周间的时阵将相片看透过啥物管道吼会当上来分享给教会咱伫迄后礼拜直播吼后壁吼咱会当伫线上吼甲兄弟姊妹用看相片来互相想念呐吼也一节我们每个礼拜吼都没办法天天见每个礼拜见到面的这个相思之情好还佫有第二项重要的代志吼，后礼拜5月23号是圣神降临节，圣灵降临节吼，下礼拜原本就是圣灵降临节伫咱教会本来后礼拜是爱举行圣餐礼拜因为疫情的关系牧师也邀请咱吼后礼拜日透早伫厝内咱会当家己备办饼甲杯吼我们要举行线上圣餐礼拜所以再麻烦兄弟姊妹你若会记伫的话，后礼拜会当伫线上吼，甲大家做伙透过圣餐来甲主相结连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有很多临时的事情需要做一些调整跟变化伫不周到的当中吼，嘛求主来怜悯，邀请兄弟姊妹为教会甲台湾社会多来祈祷。好，这是咱要来祝祷。伫这个世间会有多挑战。甲引诱的人，的确
爱放心，相信主耶稣基督早前已经为恁甲正教会兄弟姊妹祈祷，仰望上帝用伊家己的话，亲自互咱诚做神来保守咱。无论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是你的生活甲生命中最的困难，你爱相信，你的确是活伫主耶稣基督的保守甲上帝的话内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安慰，要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尤其是伫疫情的时间，众兄弟姊妹伫厝内人三个伫地，对即时到主过来，阿门。咱要倒散会。